在4月初2，德鲁古自强号发生败火意外，现场清理了后，交通部就请土木技师去到现场做安全鉴定，看泵坑内面的阿门土壁甲山壁的涉水情形。虽然讲即马通车已经来通车路，不过这个山架的监测系统十层的安装甲规划，才法度来避免意外再发生。 这阵记者所在位置是伫咧台东落野发车往南要到山里的这段，因为这边呢会有土石流放落来的风险，所以这已经列伫咧铁基路行车安全6年维护计划内底。全台湾包括北回线、宜兰线、台东线、创管线、平溪线、内湾线、集集线甲南回线，计共25搭，因为有淹水、落石、水崩山等等的风险，拢列伫咧计划内底。以南回线12搭。 上多对台东基本落南经过新结泵坑出来，一直到太麻里这段，因为有土石崩落的风险，所以这阵这段也列伫咧代替边坡整地的所在内底。不过，这项列伫咧行政院2019年总体检报告的计划，原本伫咧2020年年底要完成，到达也未做好。代替讲，因为人工智慧判读系统的精准度要较久的时间测试，估计明年才会完成。不过，边坡监测系统倒好，铁路敢就安全啊？光滑下来侦测到不能够让列车停，因为万一有干扰怎么办？所以它会有其他包括监视器等等，知道警讯之外。 还要能够去确认这个事实是不是发生，所以任何的一种单一的防护方式，并不能去应付所有的状况。我们一定要跳出这种迷思。 走动大量的土石对山架落落来有几种的工法，包括说青色这种较简单的围篱，更是在一个拿闸网盖几片的网啊，也阁有用红门土起的明水刀，差别伫咧炸土石的程度甲功效，也爱评估地质的状况。不过台湾因为工法较传统，较惯是用红门土材质的，像牛泽西后暖就是。如果这个耐撞的打这样的钢板桩。 50米长，我为了运安会，我去精算，大约在130万、150万，这场灾难可以避免。在咧这回德鲁古号败火事故以后，赶去现场做安全评估的朱峰甲技师认为，现场准有设1层到2层更细做的防护网，要炸20栋的怪手，唔是问题。在咧瑞士伊尔戈拉本有较接水崩山的所在，特别用更细甲一寡支撑力的壳啊、白做网啊，减轻分散土石落落来的压力，成功炸1000立方公尺的土石。从今年开始，国内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缺工的问题。那你工程缺工，其实有时候你总归一句话，就是因为我们全部用传统工法，还是用钢筋、模板、混凝土，全部都需要人来施作。那今天的话，如果你今天的话考虑国外的相关的先进的工程，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机器，对哈，把一些支架架起来之后，再把防护网防护起来。虽然有技师认为更细做的防护网本身是咧建材，未正做营业废弃物，而且内膜阻动力强，施工的成本低，未来台湾会当考虑。不过对边坡预警系统、风险地段维护工课，到铁路边的工程施工品质，拢要有通盘风险评估。 才通真正确保铁路行车安全。记者闵金林、玉凯、郑派文台北华联报道。